發展核武，外界一直猜測以色列可能先發制人攻擊伊朗核設施，但係美國同埋英國再次敦促以色列唔好咁做，否則係會危害整個中東局勢。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上個星期到德黑蘭北部一個核設施，視察由伊朗核專家自行研製嘅首批核燃料棒。伊朗又聲稱成功研製新一代離心機，已經喺中部納茲坦嘅核設施投入使用。伊朗一直拒絕公開核計劃，連國際原子能機構都質疑，除咗製造核武，諗唔到其他目的。伊朗嘅宿敵以色列早前就話，為咗確保自身安全，可能自行決定係咪攻擊伊朗。但係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普西接受美國傳媒訪問時，就話而家唔係攻打伊朗嘅時候。佢話仍然未能確定伊朗係咪製造核武，而且國際社會實施嘅制裁已經開始見到成效。伊朗政府仍然係理智㗎，應該繼續以外交途徑阻止伊朗發展核武。以色列如果對伊朗動武係唔慎重，會破壞地區穩定，而且無法實現長遠目標。鄧普西上個月曾經到訪以色列，游說總理內塔尼亞胡。佢相信以色列理解美方嘅關注。美國星期日又再派官員同內塔尼亞胡見面。有以色列官員話，以色列採取任何措施前都會考慮盟友嘅想法，但以色列同美國都係獨立國家，兩國嘅睇法有時會唔一致。無線電視記者林美祥報道。